来看昨热清着上任100天哦，行政院长邓英台今仔是举行行动创新 AI 内阁执政101天的记者会，是以照顾和发展做主题，嘛针对居住正义、体育和运动发展的筹备，和用电、打击诈骗、治水来进行施政的说明。跟总统的互相的工作，就好像一个太极图一样。用太极图来比喻甲赖总统的活动。 指挥清楚，分工正秀。行政院长杜英台在其举行行动创新 AI 内阁执政101记者会，副院长田立军甲政务委员也共同参加。除了讲到过去100天的施政成绩，也向个人报告未来的新政策甲新建设。针对巨大正义、体育及运动发展部筹备，也个用电、打击诈骗、治水加强论述。我们明年度已经编了73亿的预算。 是比过去增加了4.8倍，未来会设置跨部会的打诈指挥中心，同时我们正在规划提供民众可以公开查询打诈案件的进度等等的一些平台。记者会是以照顾发展做双主轴，重点伫咧8大施政目标。杜英台指出，为了要迎接气候变迁，台湾需要国家真正的科技防灾机制，才能有伴有防。 面对可能的天灾，行政院也核定新一期的水灾智慧防灾计划，因那外界也关心，立法院新会期将要到啊，执政团队要安怎应付调水野大的情形？下个会期因为面临总预算的审查，那个状况一定会比现在更紧张。不过还好，我们的部会首长已经有1个会期的这个经验，好，我们还是诚意沟通，人民优先。 因为最近的限贷令积极风波，杜英台强调，政府未有限贷令，但是关心金融市场伫咧贷款成数的安全准备。最近将会设央行开会了解，伫9月初6进前做出互大家人安心的决定，也针对新青安部分做出警告。若是有人误用滥用政策的玩具，做出违法脱税的行为，政府将会透过国家大的力量，互政策回归到原本的用意。记者综合报道。